讲这大众运输工过人特别多，煞无多知影人客体温。为着要来防武汉肺炎疫情继续拖，高铁嘛宣布，伫咧各站出入口的闸门到红外线磅体温的仪器。假使若是发觉旅客有发烧的情形，就会考劝因赶紧倒转去，或者是叫医生看。车票同款专业拢会当退钱。即马先经伫咧人上界济入境的桃园站来试办，按算上近4月底，全线12个站拢会当到这款设备。另外，台北捷运公司伫咧台北火车站，也阁有其他所在嘛，按算要来到红外线热显像仪，要来掌握到人客体温，也阁有代替高工局嘛，按算咧人济车站和休困的休息站，拢要来到这个磅体温的设备。乘客要入站进前，体温若伤悬，红外线体温量测仪随着会来出声。这边帮您做一个体温复测。第二关量下头的温度，要是超标，就会通报高铁的警察。因为你体温过高，所以我们要查证你是否为那个居家检疫的身份。防止武汉肺炎的疫情，高铁防疫的措施搁再来升级。3月底进前，会伫咧台北、台中、左营、甲桃园优先来装设红外线体温量测仪，上近4月底，全线12个站拢会有，严格来注意旅客体温。桃园站目前是回国旅客比较多，那会在这边做转乘。那我们先安装2台做一个测试，如果体温还是过高的话，那原则上我们会建议旅客就医或者是返家。那这个部分我们退票是不收手续费的。为了有效掌握乘客体温，以往高铁站开放乘客出入口的闸门，现在在红外线体温量测仪设置的这一端改为只进不出。重新规划动线，分流进入站的人。那高铁全面咧备战，台北捷运嘛，伫咧台北车站优先来试办，利用红外线热显像仪掌握乘客体温。另外，亲像是台铁嘛，预算采购32台红外线显像仪，会装设伫咧基隆、高雄、台北15个大站。高工局嘛，寄出34台红外线热像仪，预算4月中旬就会伫咧国道15个休困站完成装饰。清明连假就得要来啊，就惊有大批扫墓，也是出去佚佗的人。国内疏运提早进前来咧部署，唔敢来大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